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5块饼2尾鱼。有一摆，真侪人缀耶稣，爱看耶稣行神迹，爱听耶稣讲话。耶稣通日拢无夜线，甲是因到天特别暗。耶稣想到遮个人差不多5000个，巴肚拢枵啦。耶稣的学生就想要互因枵枵转去，总是疼痛的主耶稣基督无安尼想。耶稣就问学生，怎样才会互遮尔侪的人得到饱？最后安德烈甲耶稣讲，有一个囡仔摕5块饼甲2尾细尾鱼仔。总是安德烈阁讲，简单一述述啊，要安怎会互遮尔侪人食到饱？总是耶稣知影着安怎做，伊叫众人拢坐踮草顶，后来就摕迄5块饼甲2尾鱼起来作谢祈祷，了后分互12个学生，学生则阁分互众人。大家有食到饱啊无？有，因为耶稣得分的时，伫伊手内的饼甲鱼愈分愈济。到众人拢食饱了后，扣所剩的糞仔有12斤甜甜，就是食有剩啦。